台北市动物园受到疫情的影响，3月入园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弱要一半。也毋过假日人也是袂少。为着要做好防疫，今仔日开始管制人流，启动实名制，都要写基本资料才会当入园。想要看到虎虻、狐狸麻这款走来走去、古水模样，都要先报名才有法度。台北市市立动物园今日用实名制排队时，使用手机扫 QR code 写电子资料，还是用手写的基本资料才会使入场。只要填姓名、电话跟同行人就好了，算很快。刚刚我填不到1分钟吧。用写的比较方便啊，因为我年纪大了 ，UI code 有时候不会用啊。若是入到室内场馆，涂骹拢有搭石膏距离的宣导，若是人伤济，就会进行流量的管制。像讲徛高馆、大猫熊馆，每20分钟就会放100个人客；草兰啊、拉里馆、白塘类的教育中心，每半点钟放100个人。从一开始游客数量可能减了30%，到现在初估可能有将近要1半。好，所以我想这都是因为疫情持续的有新的状况发生之后，大家会比较谨慎。其实动物园大部分是室外环境拢真通风，只要挂好喙罨，保持社交距离，看动物，嘛会使互人放松心情。